有关邦桥幼稚园这个案件，即马风波是愈来愈大。新北市长侯友宜昨昏暗时甲家长见面，说明案情的进度甲后续处理的方式，拢总有40多个家长来参加。这个会议是进行2点钟左右，不过敢若限制监护人会当入场。因那市长嘛要求教育局这个代志都要好好处理。 新北市长侯友宜甲幼儿园饲药仔案件的家长见面，座谈会进行2点钟，40多位家长参加。会后教育局表示，侯友宜伫咧会场向家长行礼会室内，土城边的院长也有参加，并且决定要建立一个资讯窗口，互家长会当随时过去进行相关的健康资讯，也会针对个别家庭提供囡仔安置协助。我想，这方面教育局责无旁贷，一定会1对1的窗口。 针对每一个家庭相关的需求给予一个最大的协助甚至应该要主动的协调。对外谈讲有家长被下放口令，教育局是强调尊重每一个家长拢会当自由对外发言。这场闭门会议自暗时6点多开始进行2点钟，限定监护人才能入去。 民进党新北市议员质疑为什么不当公开？居然在这个综合大楼铁门深锁，那只留一个小门，并且派了3个人在门口守卫。如果说这个会议可以公开透明的让社会大众知道，那侯友宜市长为什么不能够开诚布公，让社会大众了解？要这样躲躲藏藏、杞人疑窦呢？侯友宜伫咧说明会内面讲，市府做了无够好，这么上重要的就是赶紧解决大家的问题。 伊知影有真侪代志爱做，请教育部爱全力去做，满足每一位家长的需求。记者综合报道。